2019年2月初8，华航机师来发起民航史上第一届的大罢工，总共有622个机师来参与。罢工为期7天，经过4届的谈判，更加来创下为半暝1点开始，11点真久的马拉松的红眼协商，写下国内劳资争议史上的新纪录。但是选择伫过年的年假来罢工，使予华航受重伤，总共取消214个航班，影响的旅客将近5万人，资方的损失高达6亿，嘛互真侪民众无法度谅解。技术争劳权主要的重点，都是希望改善疲劳航班。原来机师的上班时间，只有为无人机的引擎拍开到关掉的这段时间才有准算，其他报道准备甲无人机降落了后，等的执勤时间，拢无算伫个工时在内，嘛无算薪水。当然，安尼一来，工作的时间严重超长。伫个技师光鲜光彩的外表下，创着外界看袂到的火光，但是都要负担滚阿爸的身体生命安全，因的处境。咱做伙来看。疲劳飞行，疲劳飞行，危害飞安，危害飞安，阻挡升序，黑箱作业，黑箱作业，核转圈下台，核转圈下台。我就想着说，今天还可以再见一次。哎呀，不想讲了。秋坡囡仔真不住流目屎，就为中国这个配偶春节要回去老厝，甲厝内人团圆，不过这个忙刷喙齿。6月初8，会知影高雄机场华航柜台前排真长，有人真着急，有人真愤怒。来到桃园机场，旅客行程同款大受影响。地勤人员除了安踏，嘛无其他办法，因为正月初4对透早6点开始，发生华航史上头一回机师群体罢工。无能高层，无能高层，累死基层，累死基层，熬夜飞行，熬夜飞行，需要休息，需要休息。所来技术工会就伫松山机场召开记者会，同时提出5大诉求，包括改善疲劳航班、身份制度透明化、保障本国技术工作权、禁止对工会会员打压、替换无适合的主管。比较中型，保证第13个月薪资领全薪。在超过8个小时以上的航班，必须要3个人派遣；超过12小时以上的航班，必须要4个人派遣。那在这个部分，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为了我们的飞行安全。机绝过劳是诉求重点。其实这次技师工会罢工行动，源自2017年7月，华航一名技师因为4次酒测超标，马上停飞，遭受华航开除。但是病医检测并无超标，医师工会认为华航故意打压劳工。刚刚的12月准备发起罢工投票，到2018年7月16日，技师登记超时过劳问题一直拢无解决，决定正式进行罢工投票。结果98派成员支持罢工，工会得到合法的罢工权。8月30日，华航资方甲技师工会签署协议，双方同意针对21项劳资争议项目展开为期1天的协商。想未到协商中，华航对着过劳航班的议题一直拢无让步，互工会愤怒罢工。下午2点以前呢，我们的班机都是维持正常。那我刚刚也强调了，我们今天的运能可以维持在90%以上。华航紧急召开记者会，出面指挥，对征调休假机师上班到合并班机，想办法让损失降到上低。这场罢工为期7天，经过4次谈判。第3次协商，嘛创下对半暝1点开始，经过11小时马拉松式的红眼协商，写下国内劳资争议史上新列。最后5大诉求，伫双方互相有让步，达成协议，改善疲劳航班。工会对原本包含飞行时间报道准备到飞机降落后的工作时间的 FDP， 退让到飞行时间 FT。华航嘛同意，要对工会秋后算账。工会嘛表示3年半以来未搁再罢工。我们在2月14号的今天停止罢工，那么也明确的告诉我们900位的飞行员，今天开始已经立即的停止罢工，那么回家稍事休息，明天就可以开始准备接受公司的派遣来执勤。那我想呢，华航呢非常欢迎我们各位家人回到家里来，我们一起奋斗。华航技术发动台湾民航史上头一次罢工。总共是160小时，最后结果无输赢，算是2败俱伤。
214个航班被取消，影响旅客将近5万人，民怨不断。华航累计营收损失估计将近有6亿，技师强调合法罢工嘛是不得已。通市技师职业工会2位资深的女性技师李新燕甲陈伯伯，在这次罢工的行动中，让大家印象深刻，嘛证明台湾劳工普遍过劳的处境，并不是武力撼动的宿命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很多东西就是一个是不是对的事情。首先我想劳工的团结的这样子一个力量是对的事情。在这个公司安身立命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希望我的管理是朝正面的方向去走。那如果我的管理的方面是有一些不当的东西的时候，我能够有一个沟通的平台。正经担任空服员的陈伯伯，在1991年就到美国受技术的培训。已经有28档的飞行资历，一路行来，以深刻体会技术过劳问题。一般有一个文献讲说，你可能每1个小时的沙，你需要1天的时间来调。我们没有，就是说最低法定休息时间，我可能回来休息10或者18小时，最多24小时，我就可以再被派遣了。你说这样子，是因为我习惯了时差，我习惯了疲劳吗？这个东西不是用习惯来讲的，这个东西是用。我都在讲说，我是用意志力来克服的。那对哪个工作不累是，但是我希望说我的疲累不会影响到我在飞行操作安全上的一个系数。在2018年3月，就捌发生过35岁华航技师在旅客登机后，突然间在机舱失去意识，丧医不治。去年12月，嘛有加拿大籍的中永航空资深技师在外站过暝时，心肌梗塞过身，技术过劳问题一件过一件。在华航担任15档的技师，今年47岁林辉德，伊就要经历12天内飞5个国家的班表。说实在，你的熬1个夜，你不是24小时就可以恢复了。年轻人也许可以啊，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是需要2天我才能够，因为第1天其实睡不好嘛，对啊，你稍微有一点年纪大，那其实睡眠障碍是我觉得是对组员最大的问题。对啊，因为人不是像机器说关机就关机。对班表会当看到伊12天内对头机场、澳洲的布里斯本、纽西兰的奥克兰、印尼的雅加达、英国伦敦5个国家人来回总共飞8座单程，2长班1底班，总计是飞大约63小时，中间只有2个专工的休假。虽然飞完了后月底会当连续休9天假，但是搭袂到这个长假已经忝假就要倒落去啊。那是公司排的，不是我自己申请的，对啊，那所以这排班是不是很不均匀？我先连续上12天这么累的班，然后后面给我一个长假，为什么？飞机上又空气又干，那也不好睡，所以其实对身体很耗损。气压从平地一直到那个比较高的高山，然后再下来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对身体其实是很大的伤害，所以你很容易觉得疲劳。另外，无原理路面有25档飞行资历的资深单线技师，伊甲咱讲，什么是所讲的 FDT 飞行执勤时间。以台北飞泰国曼谷的 CI833的航班来讲，下早7点飞3点钟50分的飞行时间，飞程估计3小时35分，总共是7小时25分。不过，技师一名技师对于报道到起飞到落地准备等等，飞1个曼谷来回，上班时间是11小时25分，消失的3小时，所以完全无资薪，嘛无算工时。下客人，然后再上下货，再加油，再做一些什么准备，然后再刚才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。设定完之后，等到关舱门启动引擎之后，才开始所谓的飞时。所以说之前这个都还没有哦。像单线技师专飞国际长程的航线，通飞洛杉矶来回算25小时，加上伫外站过暝一个来回4天，民航局法定飞时每个月袂使超过100小时，等于只要飞16天，一个月剩14天拢咧休假，看起来好亲像是非常好的上班条件。不过对技师来讲，并不是拢安尼。因为你长期的疲累，你是不自觉。因为你像这种长班，你就是说，我现在觉得休了 OK 了，但事实上你没有。空服员其实常常在讲一句话，其实是我们是同机一命的。
我们其实是会很希望在前面的2位驾驶或3位或4位驾驶，他们其实是没有过劳的疑虑。那我们会希望说平平安安出门，然后平平安安回家。晚上深夜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跳跟我们的代谢会处于最慢的状态，一直处于这个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的状态下，让这个血压失控。过劳死的一些患者身上会发现说，他其实是死于这个所谓心血管疾病跟脑血管疾病居多。以华航做内正技术的月薪高达35万，虽然薪水悬，但是长期落来日夜颠倒，和技术乘做过劳死的高风险族群。若是拄着深夜，或者是透早出发的红港航班，机长体力透支，会造成什么款的结果？恐惊无人承担得起。飞行的这个疲劳管理，它基本上等于是说我把这个航班的一个起机的时间、飞行的时间等等的这些参数都输进去之后呢，那它会去综合去评断说，这样子是不是会构成一个所谓的疲劳？那当然有另外一个情况要考虑进来，就如果说系统算出来它是不疲劳的，可是组员普遍觉得疲劳，那我们就是再把这些其他可能没有在这个软体里面有的因素，我们还要再把它喂进资料库里面去。那这样会比较精准。对无法到合法技术罢工这条路，伫台湾行了真长的20冬。专家建议航空公司都应该爱彼此参考，建立完整的疲劳风险管理系统，注意飞行组员的疲劳警讯。因为伫这技术争取乐观的背后，是免去克服的健康甲过劳的问题，那么改善的疲劳航班，才会当好这技术工作时保持上好的状态。保障乘客安全，嘛才会当互因伫家己热爱岗位持续自在飞行。